心血管系統。請問我可唔可以幫你量血壓？請你伸出手臂，手掌向上。你嘅血壓上壓150，下壓80。上壓係指心臟收縮嗰時嘅壓力，下壓係指心臟舒張時嘅壓力。你嘅血壓比正常高咗啲，我想喺你離開之前再量一次。我對你嘅防箭比較擔心，即使防箭好常見，呢種心律不齊係會對你嘅健康產生影響。心房係你心臟嘅一小部分，幫助將血推去心室。心臟係心室係心臟嘅大，更大嘅一部分。如果有防箭，心房唔可以正常搏動，有時候會造成血型塊進入心臟、肺部或者大腦。為咗預防呢啲嚴重嘅併發症，我想你開始食抗凝血藥。喺運動嗰陣時，心臟需要更多嘅血液。當血流唔夠嘅時候，心口就會開始痛。但係
當你停落嚟休息嘅時候，血流充足，痛就會消失。呢種症狀叫做心絞痛。醫生測試咗你嘅血脂、你嘅低密度脂蛋白、膽固醇，即係壞膽固醇，比正常值高，咁就可能係你有心絞痛嘅原因，因為過多嘅膽固醇會喺血管入面堆積成斑塊，令血管變得狹窄。